你敢想要写歌？哈？无学过音乐，袂晓乐理，袂晓乐器，免惊啦。相公一定爱学过啥物才会用的。唔相信？来，我招一阵菜鸟啊吼，挑战365点钟写一条歌，来看卖啊，因敢会成功？为着要让菜鸟啊会当好好写歌，阮专工吼，甲因招带做伙。我嘛准备真丰富的生活体验，希望会当帮助因写歌啦。我呢？伊大大的目睭，吸引我小小的身躯，对伊跳舞，这是我心内澎湃的感受。继续创作。啊，毋过太阳家目前的花莲，人选不如天选。王太4年无来啊！被咱新闻看到的，对啊，迄拢长期呢。啊，无要紧啦，时到时担当，看这阵菜鸟是毋是会当真正变。我来唱歌好遮困难。我无人。你好。你好，这国字呢？是义温，宜兰的义，温辉的温。嘿，我其实都无啥物小名，所以若是有想要帮我号啥物名，甲我讲一声，恁后摆若叫我就会应。好，我叫地上武，你买当叫我看本。好，看目本。前是乐团主唱。安尼，你是会晓乐器对无？一点啊，我拢袂晓，你拢袂晓。我敢若会晓铃鼓。铃鼓。嘿，我敢若会晓铃鼓。嘿，你敢会晓？哦，这，还是我表演一条你听。好啊。得下。帮我找。引导上来啊？无引导。无引导吗？查理是叔叔啊，我叫俊杰，叫我杰人啊，吉啦，阿吉啦，迄叫阿吉人嘛会使，唔是，人是惊恁爸，唔是啥。系啊，我是安排好啊。恁阿姨的兴趣，兴趣唱歌啊，看歌戏啊，唱歌、看歌戏，你会看歌戏？我经常唱歌戏，放伫厝的新徛白马，查某唱新徛白马啦，啊查某会唱四分牡丹。我新徛白马。过走三关，解满所有花中原，放下世人无人管，我一心只想往宝泉。哇，迄查某呀！哎，恁哪有迄点啊？我礼拜就摕掉，你遐嘛有。对。讲。哇，这个跳舞的。你是跳舞的吗？我跳舞的，我跳，你有听过 twerk 吗？哦，那个 Talking on the Runway。对，Talking on the Runway。
我叫做竞选，竞选，我中立人。中联选总统的嘛，竞选哦，动算，啊，你唔会选？都是我以后啊。啊，你看我们表现一下你的特长场。你安怎？哦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夭寿啊，咸甲安尼啊，哦。我毛病啊！啊，你比人家晓。我输你的。无啦，你哪有输？啊，你也要唱歌戏，啊，你个要跳这我不想跳，我不想跳，我袂跳的。啊，你会当两种结做伙无？靠腰！我心跳，喂，笑哎，都只会笑哎。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边倒的呢，啊，那会拍甲跳舞？我平湖人啊，啊，你重样。看恁拄则真欢喜嘞，啊？为什么？听到恁的声，听到我的声就欢喜，嘿啊，我礼拜拢爱上特课呢，哦，爱先跳一段舞呢。我不要跳了，我拄则大家拢特课过啊呢。阮头仔一边唱歌戏，我一边唱歌，一边特课。看完，等下看恁跳，我叫贾迪林，哦，谢之林啊，我是平湖人，哦，即摆是读台湾师范大学，我姓4年，哦4年，啊体育系，哦，拍球的。无电竞队的，啊，你即摆会当像去台湾去冲台？没，好吧，可怜等他困去。你敢有人讲你做成一个换车？像啊，唔知，笑落去无一直安尼。阿吉啦，唔是，错啦。哦，有听过迄个无？莫仔样。莫仔啊，我听过，有啊，但是我唔知像什么款。伊较白。好一个，我北巴底啦，你北巴底诶，我是因为拍子，逐工咧拍子，诶，啊，你才要算一下我听，试看卖啊。你看卖哦，我来弄迄个啊。哎呦，袂歹袂歹，诶，需要咱来头一开见面。请伫咧365点钟以内完成一首感动自己的歌，毋对，是感动别人的歌呢。嘛感动别人的歌，感动家己嘛，感动别人。无共款的生活体验，等咧等你。等咧等。什么意思？然后要开始集训就对了。有集训可能乐理啦，乐理集训，乐理集训。啊，你大家讲你家己无好，即摆就要打开继续。始集训。就是不好。这是会互你歹看的。哦，莫搁开讲啊，赶紧来花莲找我。哇，花莲，花莲，行吧行吧，哇，这种班的呢。时间无早，会使下就等行你。行。行，花莲跳舞啊。花莲，步练去啊！咱就要步练去啊！互我上有印象的是俊杰啊，我感觉伊互我一种南部人的亲切感。应该是看饭吧，就是讲有时阵就是较大胆、较主动，有时阵其实会当写出阮心情的歌。会晓家己，袂晓家己，甲写歌是无共款的代志。写歌较重想法嘛，啊会晓家己的人无一定会晓写歌。拄则看因
规个人拢真有迄个自信，啊，一个嘛是乐团的主唱嘛，哦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无啥问题啊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紧来我呢？菜椒啊，菜椒啊，欢迎来到菜椒仔的宿舍舍。今仔日大家人大家人敬一领家己的调吊裤，哦，吊裤，对啦吊裤，伫倒位啊？你都会位啊，伫遐啦，伫遐，伫遐，到遐无？迄敢若有人拍衫拍的无收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领。啥物人要穿两领？诶，咱超五个人呢，一支7月份呢，哦，可以。咱查某先好啊，恁先啦，恁先啦，查某先紧，阮家己对一领恁先紧。你要青色的啊？系啊，诶，安尼换你青色去啊？好哩，还是我当一下马里奥。你们你要做马里奥？无啦，我无熟啊。今年好啊。袂歹袂歹，哦，好啊，来咱赛加刀，加刀石头抓，抓，我不管，我先上。诶，出奥步，这无知识的，我只好成这啊。你的身躯顶色水遮尔济，拄好人吼，想保守伊啊？袂啦，互你穿你咧，你咧穿个啥物色？我穿真领，你穿红的啦，啊，你穿啊？红的伫你身躯顶做疼的哦。哇，啊真领袂歹，安尼你咧？哎呀，你走上街咧，多啊人无？无，兄弟啊，啊毋过这新闻那小可圆啦，是讲流汗。哎啦，你看，有人先面头，裹着头啊，嗰個頭有人先头站一骹。係啊，有人贴无？你好，加油，加油！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为家己来王一家己用。你好，加油！之前甲正嘅就是伫咧修行迄一天有熟悉。恁咧经啥？我拢见了，你上万来啊啦！我就直接摕吼，拄好嘛，感觉熟嘅，嘿啊，够水嘅，感觉熟嘅啊，对啊，足够水我的。看，謝謝，張美威，謝謝。因為是頭一遍看到大家，所以心肝內就有淡薄仔緊張，不過好佳在大家人攏足好嘅，就是對我感覺講哦，對我感覺小妹妹同款，攏足照顧我嘅。俊傑是囡仔頭王，主持一個囡仔節目，嘛真愛唱歌戲，介意表演。人咧放假，伊顛倒伫日本料理店做外場。伊講伫遐會當看到百款的人，伊狗有夠有時大個的啦。阿公阿嬷逐擺看到伊，攏會摕干仔孫的相片，問伊狗有介意無？吼，阿公阿嬷，人伊家唱歌好聽，佫生了高水，人伫 IG 頂懸受一大群人在追蹤。一直甲飼愛心愛心 heart heart 呢，情旋吼個性真烈，無介意輸的感覺。伊比賽定定著頭頂，啊毋過即擺是要寫台語歌，伊台語講了是哩哩啦啦，毋知影伊敢會放棄。伊阮個性必輸，毋過人有咧算 cosplay 哦。伊的文字吼，真正有夠水啦！伊嘛伫咧網絡頂懸寫小說，而且佫是愛情的故事。伊阮啊，你毋是毋捌談過戀愛？
上午因为爱食汉饭，所以朋友叫伊汉饭，淡薄仔臭屁啦。当然可能有一寡条件，伊是学流行音乐的，伫学校嘛在耍乐团，啊，毋过伫外口走跳，学校学的，敢真正有路用呢？猪林、片湖海王子，毋过伊无王子病，颠倒阁真土直。伊上大的愿望是要做一个教练，看伊身材，真正有练过呢。这是大的所在吗？来参观，来参观一下。哇，有够大呢！哎呦，哇！我这拼酷的，啊，无看呢。哎呀，拄则阮无，有够大呢！哎呀，点的？哇！啊，拄则是毋是有听到叮咚啊？哎，干嘛有呢？叮咚。换吊裤，就过来门口定找我。像啊，大夹爱食美国挂包，汉堡包，大夹伊是大夹呢，大夹是点啊？大夹，新洲大乳夹，大夹的是啥？我知。唔知，啊，无是换掉换衫。来，我参加你所以。有啦，有这样这里啊。哦。有款哦。哦。有挂包吗？有包。大宝哥。大宝哥。几点嘛？安尼，拍谁？我伫遮伫饲网哦，我若讲咧静坐咧，我拄则叫网顶甲外惨了。拍谁？哦，啊是讲你敢知影要来做啥物？要来佚佗啊。佚佗，旅行。咱这边哦，毋是讲干那了算尔哦，咱要开始写歌。乐理集训，乐理集训。啊，恁六个人要做伙完成完整的一条歌曲。哎365点钟，足短吼，啊，恁爱感觉足长的吼。逼的咧，所以其实这无简单，所以咱呢这几工开始，咱就是做伙一个团体，一个 team。为什么是我来做带路人？得奖的是柯大宝，柯才耀。我是柯大宝，我是主唱，谢谢。免讲遐济，咱看落去就知咯。你敢有写过歌？哦，你有写过无？无。无你咧创啊？上过来。有大宝哥伫边啊，我就感觉伊真正足够讲的。人就袂歹的啊，系啊，袂有迄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拜托你啊，我毋是真够讲，我是足爱讲。这个节目以恁为主啦，我只好家己找机会一直讲。啊，毋过我镜头那拢加掉啦。是啊，美国挂包啊！原来你就是美国挂包，所以恁有任何问题啦，哎，看相无顺眼的啦。对，有诶，迄个头毛紫色的，迄个足青的啊。还是迄个头毛无遐济，迄个山道高手啊，迄种。我头毛都济啦。等下吼，咱就自生活开始体验。我会介绍我一个好朋友。爱要来啊！来咯。我看到啊！有啊，来啊！还是啊！哎，法拉利！法拉利！来，掐停车头。厉害啊！这做大路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Hello，会当无？你用拳头宝互骗一个，什么叫骗一个？拳头宝啊，拳头宝。啊，你再问伊按棍啊。先好先如果你若哦，原来是喏。你手开，甲你手当红萝卜夹着，伊拄则伫涂骹食草啦。你看咱个花会呗。先停车。中甲大家介绍，这位吼，就是咱马皮肤组教育中心的阿成教练。这回吼，为什么要找伊来呢？因为伊伫个这个马皮的这个使用内底算专业的，马术恁知无？秀才骑马龙来。哦，顶步落来。而且除了这以外吼，伊即摆咧饲马啊，佫有包养着迄个护健。佫有心理治疗。用马啊？用马啊？唔捌听过哦。有健科啊，佫心理科。对，啊，佫有马术，车嘛是爱保养的。对，车嘛是爱保养的。啊，
这只叫做什么名？伊名叫咖啡。咖啡，哇，准法啦！你看伊耳拢尖起来，听恁的阮的讲话。哎，伊耳像雷达呢。迄个笑容看看呢。伊会好啊，甲恁照顾咧。啊，刷落来吼，咱就先来买场。好，骑马去啊。行要去啊？对，咖啡。行。啊，看一只尔咧。一人一只你来买伫啊？马啦。铁马嘛是买，紧。无，叫不要跳，我甲你讲。哎，真正一直到我那个教练电动的，甲我骑一啦。爽在哦。双座跑车无你的位，家己紧一下。好了，我陪恁骑，耶！哎，陪我来哦。我知道。小诶。会晓骑了吼。会啦，你敢会晓？你是真的袂晓？你若袂晓，无我甲我只会晓直直行。啊，直直行就好啊，直直行去啊。哇！你忙累残呢？一下。我真袂晓咧，较紧的啦，你较好心咧。你爱上落来啦。你怎放啊？你这样放有无？安尼啦。你要先把头烧好无？哦，铁马先骑好水啊，再来骑。哇，你这菜就要食啦，这铁道的。行。哇，做好了。后边迄真正骑袂开啊。直就好，直，直头，哎，对，哎，在两头慢，慢紧看头前，看较远嘞，莫看头。我真的不会骑脚踏车，2个轮子的东西我都很恐惧。7台铁马骑咧，剩6台，咱来减1台。咱前船骑甲讲伫咧路边米开口啦，讲伊不爱搁骑，只好甲载。我这带路人吼，毋若要引一条路，互因会当家己写歌，嘛要照顾因的生活大细项大代志呢，堪忧啊！我开始烦恼，毋知后壁阁有啥物挑战伫咧等我。山道猴子台语要安怎讲啊？刷道高山啦，山路高。哎，你山路高。山路高啊，你就山路高。山路高。我来你上线，过来就看饭。我哪有成？安尼阁无山路高。紧来，要弄着。要弄着啊！看饭要弄着啊！头前8桥。后壁较慢的哦。这就是马场啊。哦。细只马。对。够近。哇，真够练。你马呢？恁拢有骑过马吗？无，想要试看。只有电动马有啦，铁马有啦。铁马有，但是咱即摆是有机会通好骑真正的马。哦。啊，但是要骑马进前吼，教练。你要骑马进前呢，你要先甲马做好朋友，变成黄金战士。黄金战士。赞的哦。战士。大家都很会，就台语讲很顺，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讲得很不顺，然后我就是很想讲话，但是想要讲什么，但是又讲不出来。对不起啦，那条狗也踩到你也看啦。你现在对啊，在安抚他。我不知道，因为他刚站在就趴在那个阶梯上，然后呢，我就没看到他，我就给他踩下去。你有 tempo 呢？你看，